大家好，我係柏領地產嘅股市，今日帶大家嚟到淺水灣，細味一個罕有嘅低密度豪宅迎夏。成個項目得6間複式單位，私隱度好高，每戶都有自己嘅獨立樓梯，住戶出入都好有尊貴感同安全感。而我依家身處嘅係頂層嘅複式單位，實用面積超過4000尺，外加一個超過1000尺嘅私人平台，冇遮冇擋對住淺水灣，好適合同3、5知己聚下。由國際知名設計師虎口文先生親自操刀，靈感源自淺水灣海岸線。客飯廳採用玻璃轉角設計，柔和自然日光流淌全屋，用餐時都可以望到呢個咁靚嘅海景。室內配色低調細膩，質感出眾，貫穿2層嘅弧形樓梯，以柔和曲線作為視覺焦點，每一處細節都為住戶提供沉靜又奢華嘅生活體驗。位置方面，迎夏坐落於淺水灣道125號，正中帶旺，鄰近有商場、餐廳，一應俱全。開車前往中環都係大概20分鐘，生活同工作都一樣方便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單位資料或預約參觀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我係中環地產老股市。